這個拜六呢，這倒話有主召公民團體、綠冊店出版社，還有民俗藝文團體，拍算要佇個青島東路紅路辦普渡。主辦單位表示講，這屆呢是文化中元祭典，唔是一場宗教活動，是一屆的文化實驗。這屆要普的對象是佇個威權時期為民主人權所犧牲的前輩。燒香合掌，為了感念佇威權時期犧牲的民主先輩，倒話有冊甲倒話文化協會拍算8月15這個拜六，佇青島東路紅街辦2016文化中元祭典。主辦單位希望透過這場獻予歷史亡魂的祭典，讓民族理解台灣過去的歷史。透過這種民俗的文化的語言，在台灣人的生活裡面埋下一個暗示。只要一到普渡的時候，就會想到青島東路3號，就會想到說，台灣曾經過去有40多年的白色恐怖時期。在咱普渡的過程當中，咱無分你無分我，共同來受到這個後代供養。尤其是咱這個白色恐怖，以及咱台灣，咱追求民主過程當中來所過往犧牲的這個民主前輩。主辦單位講，這場普渡不是宗教的普渡，是一場文化的實驗。現場也有咱台灣人上熟悉、煞無啥了解的民俗文化。比如講，咱的嘉義市的武雄文化資產嘉獎，是講咱的這個念歌的藝人，寺廟的這個彩畫，這個畫書，再透過文化中元祭典，一方面呢熟悉台灣的歷史文化，第二方面呢，嘛會使吸收到咱民俗文化內底一寡精神安尼。文化中元祭典會對下晡到下暗，暗時9點半，閣會有道教、基督教、中傳佛教聯合為民主前輩，甲台灣這片土地祈福，結合傳統民俗的普渡，甲白色恐怖的歷史。這場文化中元祭典也敢若是一個台灣歷史補課的大教室。記者顧耀基林秀凱台北報道。